来看今年的普利兹奖，才长伫美国纽约颁奖哦，包括美联社、纽约时报跟真侪间媒体哦，拢是因为乌俄战争的报道得奖。2022年3月初5，乌克兰急救人员甲警察，甲一位32岁受伤有身的训练人，对互俄军空袭摧毁的火药片内面用大架啊撤离。美联社摄影记者伫日拢是枪支空甲战火情形下，翕到性命的沦陷甲抢救的时刻。2022年3月初5，伫乌克兰首都基辅的郊区，百姓拢跪伫咧被摧毁的伊尔平桥下骹，想要过河逃离战火。2022年2月25，伫咧基辅，有一位女子索洛伊科娃徛伫咧互飞弹摧毁的公寓头前口。2022年3月10日，俄军轰炸马利坡，一栋公寓被炸毁的时阵庆祝大会。这款相片拢得到普利兹突发新闻摄影奖。Our AP journalists who were in Mariupol were really essential to the world starting to understand what the human toll of this war was in its early days. They also provided a counterweight to Russian disinformation about the war, and their reporting ultimately was responsible for helping open up humanitarian corridors out of Mariupol. It's just a true public service. 2023年普利兹奖初被伫咧美国纽约公布，真侪媒体因为俄战争的题材提奖，其中《纽约时报》侵入当地，坚定无国危险事实的报道，其中包括对布查镇大屠杀进行8个月调查报告。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